自樂花園起步，經顯發里到麥徑第10段。今日會爬9徑西嶺，走西坑旁邊的維修斜坡樓梯，沿樓梯上，接上灰路，向9徑西嶺方向走。從這裡攀上，來到9徑西嶺的底部，就從這裡開始吧。9徑西嶺全貌，我們由左邊玩到右邊。9徑西嶺屬於難度高的攀爬線，此崖可分3層。我們攀上第1層後放繩。第1層需要有攀岩技巧才能攀上，沒有的話可爬右邊，但也不容易。在第1層頂部看青山，第2及第3層需要行山路上頂落繩，攀上第2層。第2層難度不算高，第3層沿罅隙攀上，臨頂手嘅位薄而笑，必須要穿上有關的安全裝備，再玩左線。第2層手位很薄，到達崖頂。剛才從下面攀上來，留影，跟路杯返回崖底，覓路到9徑西嶺的右邊，從這裡爬上去。突土位又沒什麼手腳位，來到右崖的崖頂，放航拍睇睇情況。從崖底開始爬，整體是高難度的攀爬線，部分位置有突土爬不到，需要憑自己的能力覓攀爬路線。從崖頂向下拍攝，盡興後跟路杯離開，向9徑西坑方向走，途中留影。返回上山時的維修斜坡樓梯，接回麥徑第10段，返回原起點自樂花園散。